有一个民众的妈妈本地住伫新北市三剑某一间宗教机构，个月时阵伊的心跳甲血氧一直咧降，落尾送到阿东病院去诊。经过这检验了后，确定是去染到新冠肺炎。想袂到是等29点钟才转到专职病房，过2天了后人就忘记啊。家属质疑讲，这宗教机构是毋是有伫咧暗砍其他人确诊的情形？今日家属也要求讲，要爱找出真相。 这一段期间，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打电话问他养说我妈妈情况怎么样，他们都跟我们讲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OK。甚至礼拜一就是23号那一天，还跟我弟弟讲没问题，但是24号就有问题了。陈先生会这样激动，是因为伊讲伊家己92岁妈妈本身有糖尿病、腰子病，拢靠轮椅行动，而且送去一间新北的长照机构。5月24，妈妈心跳甲血氧一直降，经挂急诊，去互文主公病院拒绝收治。落尾去阿东病院挂急诊，验出确诊，等了29点钟到5月26才转去专职病房。 结果5月28就过往，对发病到死亡才4天。陈先生阁提出录音档案，指控长照机构院内有确诊无数。我这边跟你讲说，土山那一天的结果是只有这个是阿环长辈，然后就是有确诊。应该是说我们有照顾人员是在隔3天之后，然后被确诊。那我们之前问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讲？ 家属陈先生指控长照机构无伫咧第一时间甲家属说明状况，无确实消毒做好分层分流，甚至讲机构人员对确诊的长辈后送机制拢无了解，也批评新北市专职病房的空房率伤低，延误就医。 并没有说有拒收的状况。根据医院的判断呢，这一位病患呢是需要住在专责 ICU。那我们的专责病房呢，空床率呢是在30%，但是呢，专责的 ICU 的需求就比较高哈。像当日呢，这个空床率呢只有10几%哈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机构甲地方卫生单位拢有照 SOP 的流程伫咧作业，包括机构伫咧阿嬷快筛阳性，就有需联络专职病院，也澄清第一间病院的加护病房是因为客满才会无收，并无拒绝收治。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。